第5輯轉章2考核內容及具體方法。轉章2有7個項目嘅技術考核。第1項，正手2點對攻球。喺3球機會當中計算連續對攻嘅累積球數。考生需擊球至陪考員反手嘅位置，要喺1分鐘之內命中80球或以上，需要有非常好嘅協調性及擊球速度先可以全取3分。第2項，正反手中台拉弧圈。考生要喺端線離台1.5至2米嘅位置，正反手不定點連續拉上旋球到指定嘅區域，20球為一組，2次機會。考生拉球必須要有摩擦，令球有旋轉質量，否則命中嘅球數都會被扣質量分。動作協調同埋命中達17球或以上可以得到3分。第3項，接長交。考生接長交來球，不定旋轉及落點嘅出台球，考生要以正手或反手用攻或者拉到指定嘅區域，控球弧線要好，有質量，10球為一組，2次嘅機會，命中達7球或以上可得3分。第4項，正手或反手組合配套發球，要求發出側上及側下旋嘅斜線及直線長球，再配合側上或側下旋短球，即係發直線短球、直線長球、斜線長球及斜線短球，4球一組，發3組，2次機會。第一組發側下旋短球及長球，第二組要發側上旋短球及長球，第3組需跟指定嘅落點，但不需要跟旋轉。整體嘅旋轉要有區別，質量要好，命中達10球或以上可以得到3分。第5項，傳台接發球。考生必須以正手或反手接傳台不定點發球，可使用正手挑打或反手領拉接球。第1球至第5球要接到1區，第6至10球要接到4區。接發球嘅方法正確，旋轉速度好，10球一組，2次機會，命中達7球或以上可得3分。第6項，猜球結合正反手拉球或攻球。呢個項目要求考生喺猜球之後，第1球用正手拉或攻球，第2球猜球後用反手拉或攻球，第3至10球如此類推，猜球失誤為失球。第1至3球要求落點到1區，第4至6球要求落點到2區，第7至10球要求落點到4區，10球為一組，2次機會，旋轉及速度好，命中達7球或以上可得3分。第7項，步發傳台不定點長球。此項要求考生30秒內接38至45球，1次機會，命中達35球或以上，並且步發靈活，可以攞到3分。以上7項技術球數攞滿分可得21分外，擊球動作、擊球質量及靈活性滿分可以攞9分，即係轉章2技術試滿分係30分，合格分係20分。